蛤蜊是一种真有经济效益的鱼，也毋过大家一直拢咧掠，煞颠倒是影响到生态。即马宜兰苏澳的渔会甲海洋保育团体伫南方澳放即个万外尾的蛤蜊，预计今年会伫全台湾各地放50万尾，希望讲会当赶紧看到好用的效果。 5公分长的蛤蜊放流入去大海，苏澳区渔会甲海洋保育与渔业永续基金会切杀伫南方澳豆腐港放16500尾蛤蜊。因为这个鱼不错，然后再加上长期我们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了哈，我想这很多同学应该就知道有很多的渔业的资源就数量就变少了。 真条俗称蛤蜊，属有高经济价值的鱼种，不过最近面临掠伤济，野外数量渐渐减少，国家养殖技术条件真悬，市面上已经愈来愈罕见。野生蛤蜊1公斤破价差不多400至500。 有2种的方式，一种是有养殖跟一个野生的，野生当然是大概在400-500块左右的。学生甲一桶一桶的蛤蜊鱼放流入去大海，不过放流行为唔是一年四季拢会使，爱伫正确的时间地点，也甲用适当的方式放适当的物种，像蛤蜊鱼是适合伫春季放的鱼种。觉得任何鱼种应该都需要多加繁殖，不然以后有可能会绝种。 海洋保育甲渔业永续基金会一定今年要伫全台湾放50万尾蛤蜊，望达到复育的效果。海洋资源有限，生态系统也真脆弱，一旦破坏，要复原无简单，需要各界拍拼保育甲珍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